你哋返開邊一間教會㗎？我返東方基督教會㗎。東方基督教會個名咁長嘅，係屬於邊一個基督教宗派㗎？等我將我嘅教會嘅歷史話俾你聽啦。好長嘅歷史淵源。係啊，話說喺115年前，即係1909年，有一班基督教嘅宣教士，佢哋喺美國先嚟到香港，然後學習中文同埋學習廣東話，再去到中國大陸廣東省一帶去傳福音。哇，咁山長水遠嚟到中國。係啊，其中一位宣教士，佢叫做杜玉蘭姑娘，佢當年成立咗華南水上基督教會，佢嘅抱負係向珠江流域一帶嘅水上人家傳福音。佢努力去揾唔同嘅支持者，奉獻金錢，先後建立咗40間水上嘅教會，有數以萬計嘅水上人聽聞福音。後來佢仲建立咗麻風病院，亦特別為咗水上居民嘅教育，喺福音船呢設立咗識字班，後來仲設立咗學校添。咁杜姑娘設立嘅教會係咪最初就係叫東方基督教會啊？唔係，佢最初喺中國開始設立叫華南水上基督教會，後來杜玉蘭姑娘喺1932年因病喺中國逝世，其他嘅宣教士呢亦都陸續去到中國去服侍中國嘅同胞。我知道香港以前喺避風塘有福音船嘅，咁同呢一個華南水上基督教會有冇關係㗎？梗係有關係啦！我知道有3艘福音船，分別叫做恩江、報江同埋剪江。呢3艘福音船呢，早期停泊喺廣州沙面一帶去傳福音、贈醫施藥同埋推行教育水上人嘅工作。講咗咁耐，究竟同東方基督教會有咩關係呢？你耐心再聽我講啦。咁就要講到1949年嘅時候，呢個時候因為政局關係呢，宣教士呢都決定慢慢咁樣撤離中國大陸。佢哋決定將3艘福音船，即係恩江、報江同埋剪江，經過珠江拖到去香港，分別安置咗喺銅鑼灣、油麻地同埋香港仔嘅避風塘。咁即係繼續喺香港向水上人傳福音咯。係啊，後來宣教士因為福音船嚟到香港，咁就改名叫做東方水上基督教會，喺福音船上繼續贈醫施藥。後來搬咗上岸咧，建立咗教會，所以咧再改名叫做東方基督教會咯。原來係咁嘅，咁東方基督教會真係好有歷史淵源嘅基督教會嚟嘅。係啊，我哋喺香港已經有75年嘅歷史噶啦。而家東方基督教會有好幾間堂會，而且喺香港仲興辦過幾間小學同幼稚園添。我知道馬灣仲有一個營地俾人用嚟活動添。原來對香港有咁大貢獻㗎。咁而家仲有邊幾間教會係同東方基督教會有同一淵源嘅關係㗎？咁我就話俾你聽啦，有恩江、道江、聖江、耀江、旭江、美江、報江基督教會，我哋係來自同一個福音嘅源頭嘅。咁我就明白晒啦，多謝大家。